講起公務員嘅人工，其實外面有兩種完全相反嘅講法。有人話公務員人工特別高，年年跳 PON， 做到退休可能有幾十萬一個月。但係同時亦都有人話公務員人工其實唔高，只係勝在夠穩定，中年唔會失業。咁其實究竟邊個先係真嘅講法呢？公務員成日講嘅跳 PON 又係啲咩嚟嘅呢？人工係咪真係可以一路升到天花板？咁唔通清潔工同埋 AO 嘅人工框架又係完全一樣？今日我哋將會用5分鐘時間同你完全拆解一次公務員嘅人工制度。好多人以為公務員人工好神秘，其實只要睇明一樣嘢 MPS Master Pay Scale， 即係一條 PON 0去到 PON 49嘅一條階梯，你基本上已經可以大約估到一個公務員打工仔打一世工可以揾幾多錢。簡單嚟講，一開始你會處於一個起薪點 Starting Point， 然後每年通常會跳一個 PON， 跳到去咩時就會停。所以公務員嘅人工其實就係沿住一條固定嘅樓梯慢慢咁樣向上爬。不過問題係唔同職系其實行緊唔同嘅樓梯。以下我整咗一張圖俾大家方便啲睇。每年睇新聞都總會有段時間喺度討論公務員嘅薪酬調整，就係每年按照社會嘅通脹而俾佢哋嘅加幅。PON 0至 PON 13稱之為初級公務員，呢類就大約係可能係2級工人啊、文職等等嘅人員。然之後中級就係 PON 14至33。呢類大約係一啲 officer grade 中層管理人員，然之後再上就稱之為高級公務員，就係 PON 34至49。通常做得呢個位，一係就係專業人士，一係就已經差唔多去到一個部門嘅地區嘅大佬。而原來再上都仲有一個再神秘啲嘅階梯，呢個我哋之後再講。公務員人工最大嘅差距，其實唔係之後升得幾快，而係一開始你行咗邊條樓梯，而呢條樓梯又俾你行到幾高。講到呢度仲未計，有啲職系係可以升職，每次升職都等同於跨步咁樣行嗰條樓梯。我哋一於嚟睇下一啲實例。講到實例就一定係上一個著名嘅網站，稱之為 CS Radar， 一個我哋公務員每日都會睇嘅網頁。喺呢個網頁你可以知道晒政府入邊所有職系嘅資料，包括例如入職條件啊、流失比例啊，有啲乜嘢 post 可以俾你升上去，每一級嘅人工去到邊度。By the way， 我叫阿強，後生嘅時候入職公務員，做下唔經唔覺嚟到中年。呢個 channel 就係要記錄我點樣逃走，歡迎大家 like 同埋 subscribe， 同我一齊行呢條路。以連登最中意講嘅 ACO 為例，你可以見到入職嗰下就係 PON 3，即係大約17,000蚊起跳，一直跳12年上到去 PON 15，即係35,000。即係換句話嚟講，如果你一直都唔升職，你做12年之後就可以上到3萬幾蚊嘅人工。跟住你又見到上面一級 CO 文書主任，平均10年就會升到上去。咁你可能會以為咁即係未到咩事已經升到上去啦，但係你唔好忘記呢個數字係講緊現職嘅 CO 當中平均用10年升到上去，仲未計勁多人係一世都升唔到。詳情可以望一望而家右上角嗰個晉升比例，你就會知道。講到呢度，大家覺得點呢？有冇打消你做 ACO 嘅念頭呢？咁我哋再嚟睇一睇，假設你做幾巴入境主任 IO， 人工又係點呢？起薪45,000，即使一世唔升都可以跳到8萬幾。紀律部隊係有另外一套嘅 PON Scale 睇嘅，咁但係都大同小異啦。留意翻呢度，差唔多7000人申請，得112個人獲得錄取，可想而知呢一份係一份筍工。根據2024年嘅數據，37% 嘅公務員已經達到佢嘅頂薪，即係咩事？換句話嚟講，只要佢哋唔升職，又或者佢哋已經冇得再升，佢哋之後嘅人生都只係有呢個人工。咁當然計埋薪酬調整啦。如果俾着你去到呢個頂薪，你諗下你仲會有啲咩嘢動力去俾心機為市民做嘢？係愛定係責任？留言話俾我知你會點。當你有幸入職公務員之後，身邊嗰啲親朋戚友可能會同你講一句：哇威啦，而家做官啦喎。但係其實喺中國古代有個詞語叫做官吏，官同吏係唔同嘅。官係上面負責制定政策、做決策嘅人，而吏就只係下邊嗰啲負責執行政策嘅職員，可以話係前線職員。如果用翻呢個概念去睇今日嘅公務員制度，我自己諗 PON 49以下頂到盡，其實大部分都只係負責執行政策，你嘅決策空間其實唔多，所以佢哋其實係吏，俾盡你都係寫下內部 guideline， 上下區議會俾啲尊貴嘅議員同埋市民屌下，講啲講咗等於冇講嘅官腔。唔敢承認任何嘅責任，亦都唔敢承諾任何改變，亦都好難改變社會比較高層次嘅運作方式。而真正可以叫做官嘅人，通常都係 PON 49以上，進入一個叫做首長級嘅階梯，唔係呢個首長級。
呢個層次嘅官員有另外一個薪級表，大約由17萬左右起標，視乎佢嘅職級，最多去到32萬左右。去到呢個位都未到大家平時喺電視見到嘅所謂高官、問責官員。睇到呢度，你可能會問：咁究竟全香港有幾多個呢啲首長級嘅官員呢？睇完之後我都嚇咗一跳，原來都幾多，原來有成1400個，即係換句話嚟講，喺香港每120個公務員就有一個首長級嘅官員。其實管理層嘅比例係幾高。呢份工最吸引人嘅地方就係穩定，同時亦都係佢最可怕嘅地方，因為由你25歲入職嗰一刻開始，你大概已經可以預示到自己65歲會係邊一級，幾多錢人工，過緊一個點樣嘅生活。中間唔需要特別做啲乜嘢，只要你唔犯錯，穩穩定定跟程序，條路就會自己帶你行。聽落好似好安全，但係問題係你根本冇得揀另外一條路，你連走嘅勇氣都唔會有。慢慢你就會開始驚出錯，驚突出，驚同其他人唔同，因為你知道一旦偏離，你嘅代價會好大。於是你換嚟嘅係一條好穩定嘅人生，但同一時間你可能會發現，你見嘅世界其實越嚟越細，你做嘅選擇其實越嚟越少。到咗最後，你最驚嘅唔係失敗，而係你嘅一生就咁樣安安全全就完咗啦。呢個 channel 係記錄一個公務員喺佢步入中年之際，突然之間有一日發現，我原來已經可以想象到65歲嗰日，當我回望自己一生嘅時候，會係一個點樣嘅感覺。我唔想花咗40年時間做一份自己都唔知做緊乜嘢嘅工，一生都白過。我相信嗰一刻嘅我一定唔會原諒而家嘅自己，所以我要逃走，揾翻自己真正擅長做嘅事情，同埋一個我本來就應該屬於嘅地方。如果你同我一樣，歡迎 follow 我呢個 channel， 同我一齊行落去。By the way， 其實我都開咗個 IG， 大家都不妨 follow 埋，我哋可以喺嗰度傾下偈。